欢喜学台语，真福气阿嬷。今日大家请安问好，大家好。要来讲27篇龙仔年，即马小解龙仔年的典故。12生肖排第5名，伫个古早民间传统文化故事册记载，龙年甲日出时相配合，龙是中国的吉祥代表，特别勇敢、聪明、野心、创造力。传说中，伊的典故真济，龙生九子，九子拢无共款的形象喜好，多变的性格。传说尔尔，找无古早的资料。听鹿港西曲不拉店的师傅讲，龙生九子的故事真精彩。古早好野人也是城府做官的三合院的建筑物，拢有想这个九子的图案，显示主人家的身份地位、权势、富贵。比如龙门跳跃、五化为龙，说明如牛如龙，跳跃黄河的龙门，就会使变成龙。武艺龙甲凤是神话中两大的神兽，代表阴甲阳的力量。阴阳会当和谐、平衡、喜气、幸福。民间用来祝福新婚夫妻。龙凤登祥，扩大国家的庆典，互咱国运兴隆昌盛，大吉大利，龙转乾坤。说落来，要来甲大家恭喜龙年好运拢总来，健康平安紧接落来，事事项项拢顺利，欢欢喜喜笑嗨嗨，食好茶讲好话句，这杯好茶摕来泡，互恁福气念伊到，心胸开阔无计较，这杯好茶捧来啉，创造双利赚万金。这杯好茶真清芳，啉好身体足轻松。好茶啉互打，六茶啊不是把，无烦无恼大吉利。过来送大家四句联：金龙报喜，祥龙献瑞，龙庭虎跃，迎春大吉。龙跃千里，前程锦绣。舞龙迎春，喜满人间。龙舞九天，福气无边。祝福新春红包大发财。多谢努力听好，按一个赞加订阅，多谢。